我也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，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想怎样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。听卖，看无你较快活。你确定囡仔毋是水生的？是啥？娶的事是无？偌久的代志啊？2个月。2个月？哪有可能？迄个时阵，你逐工拢伫咧厝的，拢伫咧我的身躯边，你哪有可能啊？小囡仔，你是毋是头壳火去啊？才安尼黑白讲话，囡仔是水生的，对无？水生出车祸，我无意中伫卫生室遇到蔡医师，你伫卫生室甲蔡医师，因人出车祸死的时阵，你怎甲别人查某人咧做这种代志？小囡仔，你心肝来这么凶，你心肝来这么残忍，你若不开几片老母就好。我真正厉害哦，你永远拢骗我。你用别的话来安慰我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我当然是很吵架。去找囡仔老婆，叫伊甲你负责。我是要安怎面对春暖？不过像法母讲的，这种代志，除了蔡医师，我可会当找啥人参详呢？
到美国哦，爱去打电话来。爸，你家己身体爱注意，烧酒唔通啉伤济啊，吼。你安尼别项唔烦恼，你干烦恼我啉烧酒。英山啊，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照顾春暖。好啦好啦，紧去啦，我还去足侪代志无用咧。小金啊，阿伯，你是来送英山啊？甲阿软去？你是要去做啊？因要去美国啊，你唔知影？去美国？哦，你是要去度蜜月啊？什么咧度蜜月啦？英山啊要去美国读书，因即摆去吼，就去几啊年呢。阿软若敢无甲你讲？春暖无甲我讲嘞。这就奇怪啊！春暖无甲我讲，伊无甲我讲啊。阿母，我来煮。唔免啦，你有心的人吼，唔好惊倒来。安怎？蔡医师敢有讲安怎？蔡医师甲春暖出国去，我袂好甲伊讲。春暖爸爸讲，蔡医师可能要几若当才会转来。啊，你敢无甲春暖的老爸讲？无。阿母，缘路转来了，我想真济。我决定不要予蔡医师、春暖，甲所有人知影这件代志。啊，囡仔咧，囡仔你是拍算要甲摕掉？我要将囡仔生回来。囡仔性命是无辜，囡仔性命无辜的，囡仔你若甲死落无老爸，才是可怜。你家己一个人做的业，你要叫囡仔承担，你的良心敢会当过上？我知影，我讲的话哦，你是听袂落去。啊无安尼，换你做大家，你替我想看觅。你是我的新妇，你甲别人有囡仔，不是饲家的骨肉，
你叫我后摆要怎对待你？你袂输家一支刀划我的心肝呀，你知无？请你原谅我，我将你这囡仔生了。痛痛的心无理由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想。手金汉尔软食的，后摆要搁带一个囡仔，我嘛要替伊拍算啊！阿母，饭做好啊？你食袂？阿妹，你先去食食，若食饱后，物件去款款。后摆你家己的代志家己拍算。阿母，咱大家新妇的恩怨已经尽啊！阿母，你莫讲我走好无？我袂用遐尔自私。你家囡仔还阁有将来，你即摆还阁少年，后摆你的日子还阁足久长。咱两个拢是饲家的心，你的责任就是替饲家传宗接代。即马水生已经死啊，你也无这个义务啊。饲家敢若像祖先崇拜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所以你无需要甲我守伫这间大厦厝。这间大厦厝无需要两个查某人伫咧遮守，安尼伤过肮脏。袂用，阿母，你一个人无人照顾，我袂放心。你免烦恼我，你烦恼你家己就好啊。这你摕去，家己去办办名过过，寄金铺内面的钱，你拢摕去。一个查某人要请养一个囡仔大汉，毋是遐尔啊简单。若是无钱，我恐惊你是无才调。若上半请养水生大汉，这个过程我会当体会到。我苦劝你，你毋通伤过自私。真好笑，我找咧讲，袂放心阿母，惊阿母无人照顾。其实是我家己的心肝内咧惊，惊阿母若无伫我的身躯边，后摆我毋知影要我讲啥物啦。即马，我干那会当挖苦我家己。秋金啊，秋金，秋金啊，秋金，
金啊，秋金，秋金，秋金啊，秋金。小妹妹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啦。哦，对啦，这是要多谢你的。阮妈妈讲袂使黑白客人的钱。妹妹，你来创啥？你妈妈到底？无啦，出去啦！你那人个人咧无大无小，我是厝主呢，你阁袂输去遮讲庙讲。出入都会遐随便一摆哦，出去啦！人遐车袂白啦，我唔知你是安怎。救命啊！有色狼啊！有色狼啊！有色狼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惊你。妹妹啊，你甲你妈妈讲哦，这数岁哦已经到期啊。出去啦！色狼！哦，恰查某，你恰查某。爸爸，真的。连山啊，你倒倒啊。会用食饭啊？爸爸，我恁先食，我洗一下手面。哦。啊，用山啊，甲教册嘛是有用的时阵，啊嘛紧带转去安尼参尾装顺顺看看咧。好啊，阮若有闲哦，就会转去啦。英山，爸爸叫咱有闲哦，就转去参尾装行行。我嘛最想要回去参与这种大集餐，早晚年啊，变化这么多，可能唯一无变的，就是参与装的环境。秋瑾呢？秋瑾敢拢唔捌转去看阿美姊吗？手金啊吼，已经10多年无消无息啊。
阿美啊吼，啊10多年无开喙啊，谁人知啦？还阁有一项菜啦，春啊，春啊，春啊，钱子。